缀着基金会社工的舞步，安平乐活湿地古典的中背，30日来到野果游艇码头举办热舞快闪活动。实在中辈拢是头一摆来到这个所在，对着古典规划这款活动，拢表达非常的欢喜。基金会嘛希望透过这款活动，鼓励中辈多多运动，买当延缓老化。带我先生来上课，这边也有进步啊，让我们有做一些手作啊，还有给我们做运动，还我们来跳舞。很高兴，还带我们来这边看游艇。来这边就是很高兴啦，哎呀，就是让跟一些同伴这样子玩，很好，很好。他老公总结，我来这里哦，实在哦，三心有幸啦。咱这无钱人，没来参加游艇嘛，现在有来这里参加这个游艇晚会什么会啊？很高兴。借由安平乐活学堂、自治据点这样子的各样的活动，包括是体适能，或是广场舞，或是做手作等等的，包括今天来雅果，都让他们可以在就是视觉，还有我们的触觉，还有我们的运动方面、认知方面都可以进步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。基金会执行秘书蔡芳如表示，这次安排湿地古典的长辈行出户外，不但会当让新生得到疏解，嘛会当让阿公阿嬷了解台南目前的发展。较早都无这个啊，阮20几年前较搬来吼，安平都无遮老热，即摆变成够老热了。嘿，我们这个长照这个办的活动办得很有意义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老人家很有帮助。嘿，我觉得来这边真的增进很多。虽然爷爷奶奶他们都住在这个安平这附近，可是他们从来已经忘记了台南原来有这样子一个新的建设。刚刚还有爷爷说，他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游艇，一共哦，他们是那个没钱人，但是会当来到家做欢喜，而且他们也为了这一次的活动呢，安排了跳舞。然后也有些爷爷他们的动作呢，虽然不是很整齐，可是他们很用心，然后让他们觉得很开心。基金会表示，这次的活动除了要感谢雅果游艇码头董事长特助纪玲小姐出面接待，另外嘛要感谢嘉南药理科技大学以及中英大学职工学生的协助，才让活动在充满笑声当中顺利画下句点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